長石家族。為什麼月光石、太陽石、正長石、拉長石、天河石長得完全不同，卻都是長石家族？長石家族的祖先有三位：甲長石、納長石和蓋長石。所有的長石寶石其實都是這三位成員按不同比例混血而成的僱傭體。那它們有什麼區別呢？正長石，它是純粹的甲長石代表，之所以叫正，是因為它的晶體結構極其規整。月光石，當正長石、甲長石裏混入了納長石，在冷卻過程中，它們會像油水分離一樣形成極薄的膠體層，光線穿過這些納米級的夾層，就發生了碎離散石，這才有了如夢似幻的藍光。拉長石則更複雜，它是納長石與蓋長石的混血，層狀結構更厚，產生了光學干涉。而天河石的綠則是甲長石架架中混入了微量的鉛元素。還有金太陽石，它在生長時吞下了赤鐵礦或針鐵礦薄片，利用物理反射在長石家族中點燃了火花。大自然用同樣的配方調配出了最豐富的視覺呈現，這就是長石家族的魅力。關注我們，了解更多水晶知識。